歡迎大家返嚟適時旅遊頻道，多謝各位繼續支持，請按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 Follow 我哋啊！今集飛咗先講，有我 Kenneth 同金麒麟同大家一齊飛去稻城色達之旅。你有冇試過一踏上某片土地，就覺得空氣同平時唔一樣啊？稻城咪就係咁樣咯，好似世界中最乾淨嘅藍色、最純粹嘅白色，全部都藏喺呢度。我哋走入亞丁景區，呢度有3座神山，被藏民視為守護神：仙乃日、央買雍、夏洛多吉。你睇下嗰條河，好似牛奶一樣嘅顏色，呢條就係牛奶海啦。大概海密度有4000幾米，每一步行得嚟好慢，但係每一步好似越行越近神明一樣。藏民相信，只要圍繞神山一圈，一身嘅業障會被洗淨。咁我哋今日行呢段都算係許咗一個願咁啦。稻城八塔係我最喜歡嘅地方之一，風一吹，經幡就好似替你祈禱。呢度嘅老人每日都會嚟轉塔念經，對佢哋嚟講，信仰唔係儀式，而係生活本身。我覺得旅行最有意義同最靚嘅地方，就係睇到當地嘅風土人情、生活方式，然後反思自己步伐係咪真係太快呢？喺稻城去到色達嘅路好長，但係我哋越往北走，越覺得呢個世界變得好安靜。窗外嘅山好似一幅幅嘅畫，雲就喺你身邊飄過，呢一種距離感，城市係永遠俾唔到我嘅。當我第一眼見到色達，我真係成個人被迷住，整座山谷係被多不勝數紅色小木屋填滿，就好似身在信仰嘅海洋中。呢度住咗過萬名僧侶，佢哋每日誦經、學習、修行，生活簡單到都唔可以再簡單，但係對佢哋內心比我哋富足得多。呢度所有紅色嘅小木屋都係由僧侶自己搭建嘅，每一間都係代表一個人嘅一生。所以喺山頂你望落去就會覺得自己唔係睇緊建築物，而係睇緊無數個靈魂嘅光點。我哋冇拍攝天葬嘅儀式，只係喺遠處靜靜咁觀看。喺藏族文化裏邊，天葬唔係恐怖，係回歸自然，將身體交翻俾天空，係一個好純粹嘅釋放。睇完之後，我覺得人生其實唔係咁複雜，重要嘅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心裏邊有冇光。其實夜晚嘅色達比日頭更加有趣。當所有嘅燈火都亮起嚟嘅嗰一剎那，你會覺得成座山上邊都有無數對眼睛喺度望緊你一樣。如果你問我稻城同色達帶到俾我什麼？係寧靜、信仰同埋重新見到自己嘅勇氣。希望有一日你可以行入去呢一片淨土，聽下屬於自己心裏邊嘅答案。真係好多謝各位收睇今集飛咗先講稻城色達之旅。想知道更多詳情，可以喺留言區留言，或者可以致電適時旅遊電話25620773，或者亦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 WhatsApp 號碼94852899，或者係92881831查詢。
喂，仲有記得密切留意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G、Flash 同網頁最新嘅資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